大家好，日剧时代遭到禁演的舞台剧《胭脂》最近再度被发掘出来，重新搬上舞台，引起了很大的回响。这跟咱们谈庆歌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在日剧时代的末期，日本推行皇民化运动，那个时候的台语歌谣创作几乎已经是销声匿迹了。在1943年，《胭脂》首度在永乐座上演，它的配乐加进了许多像是“一家家啊”“好舅舅”等等的台湾民谣。 于是首演就遭到停电的处分，以后当然也没有再演出过了。最近再重新搬上舞台，在50多年后的今天再度演出，格外具有历史的意义。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哪一首被禁唱的歌呢？它是一首台语歌谣，叫做《翠心花》。《翠心花》是发表于1935年，作曲是邓雨贤，作词是周天旺，禁唱于1976年。跟我们研究这首歌的特别来宾。 在我们国语歌坛、闽南语歌坛都具有一席之地的优雅小姐。嗨，胖总，嗨，您好。一看到优雅，我们就想到2个字，叫做优雅，真是感觉上非常的优雅。谢谢您。但是拄到你吼，我们在是咧讲台语好，还是要来讲国语好？ 你讲台语嘛会通啦？啊，讲国语嘛是强啦。嘿，对啦。所以我拄啊介绍了无唔对啊？想当年啊，往事只能回味，嗨呀，真正是轰动一时啊！谢谢您，最近你提起了这个往事。唱台语歌谣一样是受到大家的喜欢。谢谢。唱比你们预算要唱到什么时阵啊？我预算要唱到足久的，将来唔知倒一天，我嘛唔知影呢。所以台语歌段新人真歹出头就是安尼。哎，不要啦，莫安尼讲。不过呢，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这个节目，我觉得这个意义太深刻了。哇！哎，唤起我小的时候喜欢听的歌，像我们今天你刚刚提到的。 水心花，我就爱唱的。我嘛是真爱唱这条歌。系啊，唔知影讲伊背景有遮尔多的问题吼。伊唔是背禁呢，伊是背禁。哦。这国语甲台语来分袂清楚吼，伊就真歹伊嘛去用禁，敢若伫水内底浸真久安尼，嘛是安尼讲嘛是对啦。对啦吼，啊，不过我唱台湾歌嘛是袂歹听，我无厝我拄啊讲安尼袂认得啦，袂啦。什么叫袂歹听呢？真正是太好听，个人演台语片女主角，这真正唔是普通人做的，真正是太牛了，叫我都安尼。多谢啦。不过伫讨论这个歌被禁的理由进前吼，是不是咱们可以来先把这个《碎心花》给他唱一唱呢？可以啊。你今唔知可以不？请了。啊，请了，是碎心花。 纯情的爱，伊也不知，甲阮离开，有去无来，未完情意。 咱两个同甘一滴，无义个，你这个福情郎，你这个负心汉，你小心着放到嘴里去。你好啦，胖哥，好啊，唔通遐激动啊！唱完这个歌吼，感觉规个人心情会对着，敢若入去查某人的心情共款。讲实在，我嘛是感觉，我就是迄类翠心花。哎呀，这么优美、这么好听的歌，它为什么要被禁唱呢？我也
也不晓得为什么呢？当然，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理由了。嘿，是不是？咱来进行这1分钟的歌评。好吧，请了。来了。嘿，胖哥来了。来，1分钟歌评来了啊！来，翻。翻。来，嗨，请了。触犯新生活运动。这首歌的意思啊，这是你的理由？对，我的理由就是讲哈，对啊，我唱的那首《翠心灰》呢，在当时呢，我们是提倡新生活运动。那么可是歌词的意思呢，它有写到说这个女孩子呢，半夜不睡觉。我咧豆边，安尼想东想西，想东想西，这个不符合啦，咱早睡早起，身体好嘛。所以它被禁的原因呢是这个。哎呀，怎么样？虽然你的看法真清楚，非常的有道理，但是我跟你的不一样。是吗？我觉得这一首歌被禁唱啊，完全是指责男性是负心汉的问题。你个规条歌来底来讲查某人偌可怜啊，有多么样被男人给他抛弃啦，查甫人是负心汉啦，是薄情龙啦，查甫人偌可啦。那你要知道，当时在评审这些禁歌的委员，通通是男性啊。这查甫人看你讲，这当然规条歌咧骂查甫人诶，这无道理，所以应该把它禁唱。No。我觉得不对 ，no， 完全不对。我们再来看这个啊，你觉得？是因为他这个歌词啊，我在唱的时阵，大家有听到，伊里面的歌词足悲哀、足可怜的，因就是讲在描写咱这女性啊，用这个可怜同情来描写讲女性就是这类花。我感觉讲这个呢，有一点矮化女性的嫌疑啦。你看，站在我们现在新女性的立场上，你看我们的制作单位、导播，任何一个人都是女孩子嘞。新女性啊，还有呢，就是说现在呢，歌星呢，女孩子啦，多过男孩子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她是矮化女性，我们觉得这是不对的，怎么样？这安尼徛咧查甫人是安尼讲就真歹处理啊，所以我也感觉以上都不成理由。我觉得这首歌被禁的理由可能是跟作者的背景有绝大的关系。这类歌的作者是邓宇贤先生。对啊，邓老师。我在开场有提到过，日据时代啊，这个因为提倡这个皇民化运动。那邓老师呢，又是当年很重要的一个音乐家。可是皇民化运动之后，他就没有创作的自由了，所以一配合咱日本人啊，写真一个日本的军歌。跟着这个侵略的时候来唱的歌，日本军歌就一下子乡土部队来的配啦，这是日本军歌吼。乐声鼓浪屿台叫做月声鼓浪屿啦，包括这个梦乡之歌啦，或者南海的花甲、南岸的花甲等等，甚至讲那个乌鸦会，这条歌改做日本的军歌，叫做荣誉的军夫等等。所以呢，像有关当局啊，可能是邓宇贤先生的作品为了避嫌啊，他讲已经是日本人写过这项语，所以他的作品禁唱。不对，我要说不对。你安尼讲的，咱这邓老师对伊来讲，这是真无公平的代志。因为在当时呢，咱是被异族统治，那么一位作词作曲者呢，在当时不能够发挥他们的这个灵感，他们的心情感情，在当时他写这些歌呢是不得已的，所以在当时我们的以时代背景来说呢，这是一个悲剧啊，你不能这样说啊！你看看这几十年来，邓老师他的曲子这么多，总共我们称它为四位榜后，它这是个总称呼啦，你知道吗？它有四姑娘，噔噔噔哒哒哒哩哒哒，搁一条，我是就在哒哒哒哒我要去，搁一条，望不是望啊，等啊，不是啦，我的等无啦，不是啊，是望。望村后面那曲我特别记，豆芽花，豆芽花，搁一乌鸦花，对你讲的乌鸦花，你看这歌轻呢，我大家足爱听，足爱唱，到今嘛呢，3岁小孩子都爱要求呢。你看他这几十年来，他地位呢是这么的崇高，这么受我们万人的这个我就太激动了啦。因为伊的歌我足爱唱，我唱遮尼久也是感觉翠心花上好听，所以拄安尼讲唔对啦。所以讲伊的歌并不是讲大家拢用禁。对啊嘛，唔是讲安尼呢，无公平呢啊。咱两个到这伫花我看是花无一个结果。无要安怎？无安怎，今年咱有请教了这专家。有专家来给咱解释讲呢，到底这个碎心或者翠心花当年它为什么被禁唱？好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听看麦哈。翠心花这首歌有一个小故事啊，这首歌的作者周天旺先生过世以后他的夫人呢，有一天收到《初鸾惊醒》这首歌的版税。但是想了老半天呢，周先生好像没有写过这首歌。那么后来他发现初鸾惊醒就是翠心花只是换了名字而已。也就是说
翠心花的歌名啊，当时归于柔肠寸断而被禁唱，却有人呢改了名字再拿出来唱，但是也受了相当的欢迎。含在汤里，花红叶青。因阮心内思量东西。这赞了几首歌是呢？你哦，实在是有点牵强。对呀，跟我这翠心灰啊，太过于柔肠寸断。结果人家这个歌词没有改，换了一个名字叫抽卵经营，他一样过关了。哦，所以这评审委员东西，评审委员好像有点迷糊哈。嘿，对啊，这个错乱的情形，我感觉伊无成一个歌名呢。歌名，你干嘛唱抽卵经营？这条歌是倒一条？我唔捌唱过呢。家己歌词是共款，就是安尼哦，不然乃是唱翠心花较好听啦。所以讲当时这评审委员，他还好不是在海关上班了，就是糟糕了。哇，今天也谢谢尤雅小姐的，谢谢。让我们